我哋而家複習緊嘅動詞係着，思考下邊個會着乜嘢？例如警察着制服，醫生白袍，醫院醫生白袍，朝早嘅時候醫生白袍，婚紗教堂新娘教堂婚紗新娘婚紗，結婚嘅時候新娘結婚嘅時候新娘婚紗。邊個着校服？邊個着白袍？邊個着婚紗？學生、醫生、新娘。學生着乜嘢？醫生着乜嘢？新娘着乜嘢？校服、白袍、婚紗。朗讀或重複以下句子：學生着校服，醫生着白袍，新娘着婚紗。學生喺邊度着校服？學生幾時着校服？學校學生星期一至五，星期一至五。學生點解要着校服？想舒服啲，校服新係學校規矩，校服新想舒服啲係學校規矩。請講出完整句子。星期一至五，學生喺學校着校服，因為係學校規矩。而家溫習緊嘅動詞係咩？着着。邊個會着乜嘢？例如學生着校服，如果諗唔到，直接按交叉。朗讀或重複以下句子：學生着校服，醫生着白袍，新娘着婚紗。